国际新闻来看，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扩大，已经造成伊朗224个人死亡，以色列24个人死亡。上新的消息传出讲，伊朗透过中人向美国表示讲，愿意谈判来交换美国卖参战。也毋过，以色列又开始攻击。伫台北时间今仔早起，伊朗首都德黑兰又传出爆炸。美国总统川普今仔嘛提早离开伫加拿大举办的 G7 峰会，回去美国了。主播伫热影病房崩甲现场是碎片世界线，庆平演的前一个时阵，各地报道以色列的攻击。这段经过路透社属实查核的画面，证实是伊朗的国营电视台。另外，伫国营通讯社 IRIB 的外口，双手技术都是火热的记者，各地的报道。后壁媒体大楼是规个导火。就算伫埃及的主导之下，21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都会发表声明，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，呼吁停火。当伫加拿大举行的 G7 峰会，嘛伫联合声明的草案内面，呼吁以色列和伊朗冲突较紧降温。但是伊朗的首都德黑兰，嘛是伫半暝的时阵传出真大的爆炸的声。政见宣布才伫伊的社群平台，正式社群顶悬大文，呼吁所有的人都应该爱离开德黑兰。sau落来就宣布要提早离开伫加拿大的 G7 峰会。同款嘛有参加的国务卿卢比欧嘛做伙赶登去华府。伫美军这边，除了航母尼米兹号是取消越南行，改去中东地区。另外，至少30架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嘛对美国境内起飞，对大西洋方向驶过去。不过，川普伫离开加拿大之前，嘛伫 G7 的场边表示讲，伊认为伊朗落尾会签协议。I gave Iran 60 days, and they said no. And the 61st, you saw what happened. So I'm in constant touch. And as I've been saying, I think a deal will be signed,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, but a deal will be signed. And I think Iran is foolish not to sign one. 以色列的官员讲，13发动攻击以来，伊军已经控制伊朗大部分的领空，而且严重破坏伊朗的飞弹和核计划的关键设施。另外，在伊朗这边，经过对以色列10轮的地bomb，嘛造成真大程度的破坏。这场中东的战火目前是还未有降温的信号。美国总统川普在离开 G7 之前，已经指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在北京战争式就定位做好应用的准备。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。